好来，乡亲啊，这个全国第一场大型无人机室内的表演赛，伫台中来举办，真精彩。5回10色的无人机配舞者的动作，万领前后飞，万领细圆裤啊，就亲像我的同款，互观众看甲真迷。40只无人机同齐飞，讲是国内无人机表演上大的场面。负责替无人机编写程式的大学主工系学生，为了这5分钟的表演，准备1个月时间。想要赶快把它做出成品出来，透过1个晚上的时间去把舞步把它编写出来，这样累是累，但是看到成品的时候会很开心。无人机表演已经变作是即马大型活动的特点。大学和无人机表演团体做伙合作开这个课，互有兴趣的学生会当更了解这个新兴产业。必须要学习有关于无人机相关的一个知识以外，最重要的是他必须要去了解到怎么样在空间当中去做3D 的这个变化。无人机就亲像伫咧跳舞，尤其伫咧厝内有电火伫咧烧，互观众会当伫咧真近的所在看到精彩飞行表演。